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呢。我是西诺夫先生，今日我来教大家保健的运动，是对我们健筋、运动到我们肩头还有手、背压手，因为我们有蛮多人会容易肩头酸软、手无力。我哋今日都来做我哋健筋，还有肩头，还有手的运动，请大家好好来同西诺夫老师运动哦。下啲咧，我哋开始录对我哋手，用一套健筋，我哋脚往前一步，手要仰下来，安尼对我哋肩头黏黏啊。肩头黏黏啊，用手搓鼻手，搓鼻手来，记得多练几下，再过来我哋弯脚弯手，仰上来先得倒落去哦，稳定好，同我哋肩头对当方。慢慢地粘到来，慢慢地粘到来。健筋用两只手粘比松来，粘啊，变松来。再来提用比手哦。安尼健筋要去强松。黏啊，对当方黏落来。再来我哋用手去搓鼻手来哦。健筋手，规个人身体要去健康。我哋再做一摆，脚仰出去，手放下来，要稳定身体绑到哦。我哋手用健筋对挨下粘到当方，对当方粘落来哦。健筋上下用搓鼻手。回来我哋再做一摆脚仰出去，手放下来，要稳定。来我哋手放肩头方，黏啊，从筋路放上来，尤其我哋健筋肩头也咧，自从我哋看电视，叫诶肩头心硬，也慢我哋从筋路。放上来，黏啊，搓啊，当方挨下，搓鼻手来，回来再来一摆，再来我哋试得再做最尾摆哦，脚记得仰出去，起稳来，手放健筋。黏啊，黏比松来，肩头变松，搓啊，当方挨下，搓鼻手，也攞我哋健筋嘅运动，也慢我哋嚟做我哋手臂，我哋肩头。黏啊，手要仰向来，弯手，
将近是得小块白白，安尼紧愈变松来。再让安尼同脚打开来，安尼要加强松。加自然，来带来帮手帮脚，来黏黏啊，大项安尼两只手将打开来，两片泡泡个，泡起海。安尼剪头些慢慢，慢慢的来，变松来，些泡个当安尼舒放，变动来，泡泡个，木做你看到安尼舒，安尼咱加袂忙到，安尼些本数，剪头泡泡个，变松安尼见到也是最好的运动保健。莫小看安尼安尼要帮安尼流汗身体都要受风来，敢唔要感冒，尤其安尼见到变松来，强健，剪头安尼都唔会，来变松来，脚一样打开来，安尼数转圆起呢，数矛盾要感觉，安尼数，睇运动一下，安尼数个叫毛安尼运动的转呢直拍来，6、7、8、9、10，稳腳來，穩腳，穩數，矛盾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稳數穩腳，將安尼數腳記得打開來，數揚上去，讓好來穩定的，另外一邊轉另外一邊，安尼老人家去叫數安尼無運動數要揚唔上來所以天天洗腦副先生，安尼聽同自家身體，無安尼身體。受風來，見路變鬆來，安尼轉下咧，又感覺佢爽快嘛，做下輕好，但穩手穩腳來變另外一邊，數這樣風來，安尼用另外一邊，轉圓起呢。冇做看電視嘛係咧運動跳起，要慢安尼數，要記得再打一擺噗噗同安尼向上來，數變拳頭，有3種嘅方法，安尼對前面、後面安尼再做一擺來，慢慢地做，俾大家學會來第一咧，都係安尼，有咧拳頭，要記得數腳揚上來，thì nhẹ nhẹ chọc chọc用匕首來
記得溫書溫腳，差唔多都溫書溫腳，溫書溫腳，年年鏡頭用鬆變熱，身體要個健康哦，唔會感冒哦。後面鏡頭你睇吹吹年年年年要剛剛鏡頭越來越鬆，越來越快樂嘅。書打開來，頭皮變落來，打開來，頭皮變落來，左書右書轉嚟，要剛剛鏡頭書越來越輕鬆嘅麼？佢每日好好來運動，強健，鏡頭書去運動，大家有學冇嘅麼？請大家好好同謝老虎先生向下快樂來學，下一拜再來聊哦。